台湾台语文化协会拜六办搭喙歌活动，教大家安怎写笑诼趣味的剧本。现场有真侪台语老师专工来学，希望囡仔会当欢喜学台语。两个小朋友伫台顶咧搭喙鼓，搭喙鼓就是台语版本的讲相声。老师讲搭喙鼓学问足济，两个人爱有够斗胆，而且爱会晓讲。 会晓唱，搁爱会晓演，上重要的是，搁爱有好的剧本。伊含咱华语讲的相声，足共款的，吼两个人伫遐搭来搭去，这个搭喙鼓吼，咱就爱笑开，伊有当你会当用道具的啦，吼，也是讲奥运啦。 这是台湾台语文化协会所举办的小招来搭喙鼓活动，现场有真侪国校啊、国中、高中的台语老师来学习，因希望学搭喙鼓，望甲新习笑诼的内容放入去教材，增加囡仔学台语的意愿。搭喙鼓呢，伊不哩好耍，所以我若用伫课程内底。 囡仔会感觉讲，这课程真好耍诶。现场嘛，高中的学生来学，伊讲因为身躯边的同学拢袂晓讲台语，伊来学搭喙鼓，讲互朋友笑，望袂晓讲台语的朋友有一日嘛会想要学台语。我的朋友就是拢讲华语较济，有闲的时阵，也是讲拄好有机会，我就会甲我的朋友讲淡薄台湾的俗语啊，也是讲一寡笑诼。台语有8声调，安怎甲剧本写好道具有押韵，嘛是一种学问。老师表示，除了会当加入台湾俗语、特客话、四句联语歌，嘛会当加入一寡台语、华语的相关语，甲流行歌曲伫内面。除了会当互搭喙鼓对着时代，嘛创造一寡语言的共同性。记者陈阿雪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